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唔知大家有经历上帝的经验，咱有伫咱生命的路程中间去拄着上帝，甲伊接触，感受着伊的恩典、伊的能力，甲咱三甲地的迄款的经验。我常常咧想讲，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咱会当经历着上帝，会当经历着耶稣。大概是咱生命中间上较宝贵的代志，所以今仔日咱就要透过这段经文，做伙来思考，即个安怎去经历上帝，经历上帝有啥物款的改变？因为今仔记载的是雅各经历上帝一段故事，咱要做伙来思考这个主题，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即个时刻伫你的面前安静，互阮来听你的话，去思考你要对阮讲的事，也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去经历你的恩典。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连续第3礼拜来看雅各的故事，咱搁来复习一遍雅各的代志。伊伫出世的时阵。伊就掠掉伊大兄的骹，所以伊被称作雅各，因为即个雅各的意思就是讲掠掉迄个骹尾，掠掉迄个骹后顶，即个意思。后来伊大汉了，伊阁用一个红豆汤去换以扫，伊的大兄大囝的名分。后来到伊的老爸年老，特别临终进前。伊佮甲伊老母做伙联合去骗伊老爸，互伊老爸伫临终进前来祝福。因为安尼得罪伊大兄以扫，所以以扫决定要来捆住伊，要来杀伊。所以伊不得不离开伊的家乡，去投靠伊的阿舅拉班。伫伊对伊故乡伊的阿舅的厝拉班即个所在行的过程中间。逃亡的路途中间，因为伊无安稳所徛起的所在，当伊来到一个所在，有一暝，伊就搬一块石头做枕头，就伫遐困去。伫梦中，伊看见着有一个腿对地上通往天顶，而且伊阁看见着真侪即上帝的使者伫即个腿顶面安尼顶下安尼往来，然后。上帝伫伊身躯边对伊讲话，伊对伊讲：“我是上帝，你的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现在我要将你倒伫即个地，收拾互你甲你的后代。”上帝过来应允讲：“我绝对袂离开你，我一定实行我对你的应允。”雅各就伫这时阵都醒起来，伊讲：“哇，这所在遐尼通敬畏，这一定是上帝的厝。”是通往天顶的门户，所以伊就做一件代志，伊将伊倒伫迄个石头，来徛起来，立做一个纪念碑，然后伫石顶燃油献祭，献互上帝，然后在迄个所在来称作伯特利啦，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家，然后伊对上帝做一个祈祷，下完讲，如果上帝啊，如果你若甲我三甲地地。伫路程中间保护我，收拾我穿，收拾我食，然后互我平安的当回到我的故乡。安尼，你就是我的上帝。我今日立这个纪念碑，这个石头，这个所在要将做敬拜你的圣所。然后，我要将你收拾我一切的1/10，拢回应互你，献互你。这是雅各第一遍去拄着上帝，伫伯特利的所在。后来，雅各继续头前的路，伊来到伊阿舅拉班的厝，伫遐住落来。这就是咱顶礼拜所讲的经文。伊伫伊阿舅的厝生活总共20天。咱顶回有讲到，伊为着伊所爱的拉结替伊的阿舅工作14天嘛。了后，伊阁为着伊家己产业，阁拍拼6天。但是这过程中间伊受尽阿舅的欺骗，圣经中间讲，伊阿舅10遍来改工资，
那照今仔是违反劳基法的吼，10遍改工资，所以伊咧骗人吼，一世人拢咧骗人，嘛叫因阿舅骗。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吼，伊的人生有真大的改变。咱看伊独身一个人，对伊故乡走去拉班的厝，然后即个时阵已经诚做别人的丈夫，诚做11个囡仔的老爸。最后，伊决定回去故乡，面对伊的大兄以扫。但是伫回去故乡之前吼，雅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伊一定爱想讲，我一定爱做准备吼。我即摆要回去我的故乡吼，若万一我的大兄吼，佮继续咧怨恨我，若要甲我报复，安尼我就真凄惨。所以就将伊的所有的财产吼、家产分做2堆。伊想讲吼，若一堆去抢去吼，另外一堆会通安全吼，这真有生理头脑啦吼。这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吼，无将所有的技能拢放一个篮啊吼，来分做2堆吼。伊佫分做几队人马吼，行伫头前。早真侪礼物吼，要送互伊哥哥以扫吼。伊想讲，这礼物检查会当消除以扫的怨恨的心意吼，所以一切拢安排好啊，因就出发。来到一个雅博河的渡头，然后咱来理解来讲，伊等于渡过这条河，伊就会当甲伊的大兄见面。接下就是今仔咱所读的经文。咱所读的经文中间吼，这是雅各一个真特殊的经验，伊去经历着上帝。咱看这段经文的一开始讲。迄一天暗时，雅各起来，咱的周报顶面迄创世纪是32章，咪33章，咱大家解一下吼。讲迄一天暗时，雅各起来，来请教兄弟姊妹，你半暝起来，什么情况你会起来？有个人起来变数吼，但是通常吼，咱的理解来讲，一个人半暝困袂去起来吼。当然有真侪无可能、无共的可能性，但是即暝咱能想象迄个雅各，伊内心大概充满了困扰，有真侪烦恼的代志伫伊心中，所以困袂去，因为伊必须要面对20当前伊所惊吓的问题。伊20当前是惊到对伊的家乡逃走呢，伊现在要去面对伊的哥哥以扫的时阵。伊想讲，我哥哥敢会去怨恨20当前的记条这收份记遐尼久，所以敢会照20当前所讲的要杀伊，所以忧愁到半暝困袂去起来，伊毋是干那爬袂家人爬开尔吼，伊阁将伊的某、伊的囝、伊的女婢拢叫起来，然后升上因过河。将因升上伊过河了，伊家己来到即个雅博河的渡头，只剩伊一个人，徛踮伫雅博河的渡头。伊心中承担真侪重担，无人知影，只有伊家一人知影。但是这是伊心灵多好会当，将所有的人拢赶走伊，无人叫了伊的时刻。伊单独去面对上帝，经历上帝，这是一个上介好的时刻。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受到这世事伤侪搅了，咱真少时间去单独面对上帝。但是咱看见到，因为雅各这单独面对上帝，所以去拄着上帝。而且咱来理解一点，伫平顺的时刻有真侪人真容易袂记起上帝，反倒当是伫忧愁、痛苦、艰难的，将这代志将咱带到上帝的面前去经历上帝。牧师几若遍提醒大家，咱人生中间会拄着真侪代志，无论是喜乐还是悲伤，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这所有的代志拢有可能会当加做咱的救助。嘛有可能会当诚做咱的祝福。咱若拄着一件好代志，咱感谢上帝，这好代志将咱带往上帝面前，这是祝福。
但是你若拄着好诶代志，你得意忘形，袂记即上帝，即个好代志就变做你诶咒诅。倒边来看，如果你若拄着一件困难，拄着一个艰苦，即件代志吼，互你离开上帝，安尼即个代志就是你诶咒诅。但是有可能即拄着困难艰苦诶时阵，互你更较轻佻伫上帝，即件代志就变做你诶祝福。所以雅各伫即个人生真重要即个时刻，伊要面对20人来放伫伊心肝底即个石头，伊毋知影要面对诶时阵，这拄好是伊亲近上帝、经历上帝上介好诶一个时刻。咱接续来看，当雅各咧要求安怎去面对以扫诶时阵，但是实际上伊真正应该爱面对诶是上帝。因为检查伊的大兄会当原谅伊，会当袂记即过去的冤仇，但是真正会当改变伊命运的、改变伊的性格，只有上帝。其实伊今仔会拄到即款的情形，完全是伊的性格所造成的。会当改变伊性格，毋是伊的大兄，是上帝。所以即个时刻咱看见着圣经记载讲，有一个人来甲雅各相演。两个人一直拍到天要光的时阵，当然咱会当对后壁的经文来看，讲这人检查是指上帝，所以这段经文是咧讲雅各这个时刻，伊甲上帝咧相演啊。雅各伫经历上帝的过程中间是甲上帝咧相演，牧师感觉这个相演有真深的属灵的意涵。咱在两个人要相演咱大家有看过迄些摔跤还是讲角力就是一个人出力要来另外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若出力要来杀，两个人伫遐扭来扭去这华语叫做拉扯所以这段经文是指上帝甲雅各咧拉扯其实咱等会当理解是讲雅各是咧甲伊旧的一个伊的咧拉扯，上帝透过这个小恩咧调整雅各的生命，互伊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明白一点当然经历上帝的经验是非常美好，但是往往经历上帝是一种内心真大的征战，那亲像咧小恩同款，因为上帝咧调整咱，咧更新咱。伫调整更新的过程中间，可能你爱挣扎，你爱艰苦，因为上帝要将咱生命中间无好的部分除去。这种对咱软弱的人来讲是一种真艰苦的代志。你我的生命，敢有相款的经历？亲像行到迄个雅博河的渡头，去拄着上帝，上帝咧调整咱。实际上，我过来便分享我的信仰的历程，大家应该清楚。对做真重要决定的时阵，迄内心的挣扎是非常的艰苦。比如讲，牧师过去捌大家分享讲，我大学毕业了，要去大专中心服侍，后来要去新航医读册。每这个重要的时刻，拢是我心中非常挣扎的时刻。到底是要选择我家己的家庭，我是单亲家庭出世的，我出生呢，我的老母请养阮三个囡仔大汉。我到底是要照顾我的家庭，还是要遵守上帝的心意？迄心中咧挣扎，我到底是要看顾家己的需要，还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迄心中拢需要真侪挣扎。咱就用雅各伫迄雅博的渡头顶面经历上帝同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有这款的经验牧师要鼓励你，你要放手互上帝去调整你，因为你若愿意互上帝去调整你，结果一定是大的祝福。咱来看雅各伊安怎得到上帝的祝福。雅各甲迄个人就是甲上帝相应了。圣经中讲迄个人对伊讲天要光啊，互我走吧。雅各讲：你若无祝福我，我就无要放你走。雅各是一个真熬抓到机会、真会晓爱祝福的人。而且这个人毋是普通人，所以伊一定爱对伊讨祝福。
迄人就问讲：你名叫啥？哦，所以上帝是伫一个真适当的机会去讲适当的话。伊问雅各讲：你叫啥物名？雅各讲：我叫做雅各。顶回牧师有同大家讲过，雅各意思讲掠条啥物？掠条骹后顶嘛，吼，掠条这骹尾。咱看到伊世人拢咧掠嘛，伊咧掠大囝的名分，掠伊的地位，掠钱财，吼，要掠老爸的祝福，一世人拢咧掠。所以讲，我叫雅各，意思讲我一世人，我过去一世人，我拢咧追求我想要爱的物件。我是一个遐尼自私、遐尼软弱、吼遐尼败坏的人，因为我一世人拢要讨我要爱的物件。这个时刻吼，伫雅博渡头这个时刻，雅各知影讲，我无可能搁再靠我的贵力、用骗的去得到我的大兄的原谅，无可再家己当凭家己的贵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伊讲，我叫雅各，迄个人对伊讲，今仔日你的名开始无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甲上帝、甲人，哦，斗力拢得到胜利，哦，这是一个祝福啦，哦，啊，其实吼，则讲甲上帝、甲人斗力拢得到胜利，其实咱拢理解，雅各这个时刻是咧甲啥物人斗力？是咧甲伊本身，甲伊旧的伊咧斗力，而且圣经中间讲伊得胜。咱咧看得胜吼，其实咱看两个人伫遐相演，也无讲啥物人输赢，只是迄人无想要甲伊相演啦吼。最后雅各佫叫伊拍一个地伤。但圣经中间讲，伊甲上帝、甲人斗力拢得胜。其实这是安那？这是上帝故意互伊赢啊！咱中间有人做老爸吼，咱细汉时拢咱囡仔细汉的时阵拢捌甲伊佚佗嘛，咱拢嘛让伊。互伊赢嘛，互伊有一个自信嘛，互伊对这个比赛中间会当得到自信嘛。好像我不时甲阮囡仔佚佗，拢嘛伊赢，吼。啊，有一天伊若做老爸，伊就知影伊拢会输因囝。所以上帝故意互雅各去体验迄个赢的滋味。啊，其实是帮助伊对迄个旧的自我。较赢旧的自我，迄个自私、迄个搞欺骗的雅各，已经被现在这个以色列打败啊，所以已经得胜啊。而且咱继续来看，咱拢知影，当上帝祝福雅各了，伊面对的困难有改变，无嘛？伊嘛是爱去面对伊的大兄，困境、环境拢无改变，改变是啥物人？改变是雅各伊家己嘛。所以，伊开始有勇气，开始明白，伊要哪用什么款的态度去面对伊阿兄，才能得到伊阿兄的赦免。虽然看起着头起迄个干巧的雅各吼，什么别人拢囥头前啦，吼，因某因囝拢徛伫伊头前，对，伊头顶后壁面吼，安尼要了之大吉较紧，吼。但是这个时刻吼，无共款啦，伊行去上头前。家己去面对伊大兄，伊看到伊大兄，马上跪伫涂骹拜7遍，但大兄会失礼，佮送伊大兄真济礼物。结果咱看起着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两个兄弟佮互相和好，以扫大量宽赦雅各，而且佮来赢子，佮来揽咧，佮来亲。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着这个代志的改变。咱每一样伫经历上帝了，拢会带来极大的改变。迄是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祝福。上界大的改变，就是经历上帝上界大的改变，是咱自我旧的咱得到反转，得到调整，得到更新。雅各已经对一个掠掉所有物件的人，伊学习放手。伊成做一个得胜的人，这是咱生命中间爱去学习的。最后，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一个问题：
倒一个所在是咱的雅卜的渡头。咱看见着这段经文安尼讲，当日头出来的时阵，雅各要离开雅卜渡头的时阵，伊身躯顶有加两个记号。一个记号是伊身躯顶有一个新的伤痕，互伊一摆一摆行动无方便。另外一个是伊得到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对雅各改名成做以色列。雅各嘛，互这个雅卜渡头一个新的名，叫做便以利哈，华语叫做毗努伊勒哈。意思是讲，我面对上帝，我的生命永远得到保全。咱对这段经文中间来思考三项真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咱看见到雅各伊的信仰的改变，伊信仰的成长。咱拄则有讲过，伊第一遍拄着上帝是伫咧必得利嘛，必得利拄着上帝时，伊敬畏上帝，伊知影这是一个超越伊能力，会当带互伊祝福的上帝。但是伊的信仰是真浅的哦。伊迄阵做一个祈祷，牧师拄则有讲过嘛。伊迄阵做啥物祈祷？讲上帝，你若保护我，互我有食，互我有穿，保护我会当安全等于到我的故乡，安尼怎？我着回应你嘛，我着来叫做上帝，我着奉献你所予我的1/10互你。这是条件换取的一种信仰。真侪人当来信主的时嘛是会安尼。上帝，你若对我较好诶，我着敬拜你，我着将你当作我的上帝。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讲，你若对我无好吼，安尼我着爱考虑一下。这是真浅的信仰，但是这个时刻，伊信仰成长，因为伊明白上帝是伫逼着你，但是伊经历上帝是伫雅卜的渡头，伊信仰改变啊！伊知影伊愿意过一种新的生命，去面对伊人生的痛苦，而且是上帝予伊的智慧甲气力，予伊去面对伊的困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完全两种无同款的信仰态度。咱毋通互咱的信仰一直停留伫交换性的，上帝你予我，你若安怎，我就安怎。毋通停留伫遮，咱来进步，不断进步，互咱去体验到迄种经历上帝所带来大的快乐。这是第一项咱要学习的。第二项，咱讲伊伫即个雅卜渡头的经历互伊两个记号嘛其中第一个记号是得到一个伤痕。其实这个伤痕是代表某一个程度是代表家己的艰苦，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代表上帝的恩典。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过去捌破病，爱去病院开刀，开刀了，咱的身躯就有一个伤痕嘛。这伤痕可能慢慢恢复，但是可能永远拢有一个分裂伫遐。那是牧师要来讲，当你看到家己身躯顶迄个分裂的时阵，你敢会当去感受到讲，因为我过去捌一摆破病，所以真侪医生、真侪护理人员来帮助我，搁伫上帝的帮助，搁伫真侪教会兄弟姊妹替我祈祷，互我对这个病痛中间来恢复。虽然即摆搁留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敢是一种祝福的记号，敢是一种稳定的记号。可能咱身躯顶无任何的伤痕，但是咱的心肝中间总是捌经历过上帝迄种体验嘛。可能是一个伤痕，但这个伤痕成做一个记号，是上帝伫你生命中间放落一种稳定抗压过挑战的一种祝福的记号。如果咱身躯顶拢无任何稳定，咱感觉讲咱生命平淡无味，无啥物问题。但是当咱身躯顶出现一个记号的时阵，代表讲咱领受的丰盛超越过生命中间的挑战。你亲爱兄弟姊妹，伤痕变成一种祝福的记号，因为上帝伫这个经历伊的过程中间，赏赐加倍的快乐予咱。
而且即款的记号，咱看见着雅各的记号，对于即代传到伊的后代，一直传到伊的一代一代搁传落去。因拢咧讲一个故事，因的先祖伫上帝恩典下面，生命完全改变。兄弟姊妹，看见上魂就看见恩典，这是第二项咱来学习的。第三项，咱看见着雅各的第二个记号，就是伊得到一个新的名。以色列这个名是代表新生命的开始。我毋知你有即款属灵的经验，带互你新的意义。当然，咱无需要每一样拢做改名但是咱拢爱有新生命的展现，将旧的、老的、无好的、软弱的家己，变成做新的、有能力的、有愿望的、坚强的新自我。透过记杀这老的，来享受新生命所带来的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的雅博大头伫倒落？你敢愿意常常一个人单独去面对主？亲近主，享受主同在极大的祝福。当咱更较深去认捌主，更较深去拄着主，被主蒙着了，我相信你的属灵生命会开始成长，咱的性格也会被改变、被认证。透过咱更较深的经历上帝，咱的生命就充满丰盛的稳定。检测咱中间有一寡人。拄好行到咱人生的雅博大头，但是迄个所在要变做便宜哩，要变做比如伊了，诚做咱生命中间一种新祝福的开始。无需要替这个人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经历，互阮伫喜乐的时去享受你的恩典，也是伫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就是行到阮人生的雅博大头的时刻，我要甲你面对面，互即个所在诚做便宜哩，诚做阮领受恩典的一个开始。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伫人生中间的每一件事拢去体验你的恩典。检测有伤痕，但是是祝福的记号。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